嚟銅鑼灣蘇告，超級多人，齊齊來跟他慶生。手機的燈光掩蓋了路燈，飛薑粉非必要便別行近，在這刻姜 B 灣擠逼得似插針，亦去不到附近。欣賞他歌精舞勁，笑容可親，精歌卻在不斷挑釁，還令到數百萬人勞煩。遊客覺得他救咗好多人，如像上主的替身，人人自願甘心來獻上一吻，若見到他超興奮。這麼多 fans 肯定有原因，只可惜其他的勢力難禁，有夠狠，鬥膽將他照臉繪畫到肥胖極恐怖，同埋姨媽親朋等一干人，會有更好的氣氛，如像夜繽紛。齊齊來點燈，無論是否 fans 都那樣興奮。